为了庆祝北区大河社区活动中心日新处，北区公所特别邀请中老里长，嘛是少年画家杨正恒来办画展，展出台南相关人文地景的画作，将一楼大厅重点甲充满文化艺术气氛，加上伊个人伫古早相机甲唱片的收藏，现场播送一首一首怀旧的歌曲，连市长嘛听下卡步来欣赏。 这是一个本科系，就是艺术出身的吼。所以我自从做里长了后，我就把这个艺术的物件要做伫我社区内底面。这伫这道大河社区的活动中心成立，因为这个空间也真大，我将我这个作品大约将近2500个作品，再做呈现，会当甲这个喜气甲这个艺术的物件带领这个社区内底，让他们这个社区里面有那有声有色啦，更有活力。杨里长他除了是有里长的职务之外，其实他也热心于公益。他目前也在我们北区的正北坊的一个教室在帮我们公所在推行一些就是一些油画课程。那平时呢，他也会到其他跨区去做帮忙布展。 这个是里长他在这一块着力的。那除此之外呢，他也持续在做我们北区的一个环境美化，包括我们有一些电箱，里长只要我们公所开口，他都义不容辞的来做协助。他等于是我们北区的化妆师。 大河社区伫市长吴伟霆以及立委陈廷辉，甲这议员小天和中意争取的活动中心，一启用嘛真无共款，除了用里长精彩画作甲收藏吸引民众注目。另外，台江国家公园以鸟类生态两名师所提供的作品，嘛拢相当有看头，邀请大家做回来行行踅踅。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